碳水化合物與體重控制，認識康寶萊健康方案。大家好，今日同你哋講下碳水化合物同體重控制。碳水化合物其實係我哋身體最主要嘅能源，無論你行路、諗嘢定做運動，都要靠佢。但好多想控制體重嘅朋友，一聽到碳水化合物就好驚，覺得食親就會肥。其實唔使咁擔心，等我哋同你慢慢拆解，仲會介紹康寶萊嘅健康方案。首先，碳水化合物可以分做3類。第一類，簡單碳水化合物，即係糖分，例如白糖、糖果、汽水、蜂蜜。呢類嘢吸收得好快，食完會即刻有精神，但好快又會攰，能量去得快。最緊要係食得太多會變脂肪㗎。第二類，複合碳水化合物，包括澱粉同膳食纖維，例如紅米、燕麥、薯仔、豆類。呢類嘢需要時間消化，慢慢釋放能量，令你長時間覺得飽肚，係體重控制嘅好朋友。第三類，膳食纖維，雖然人體消化唔到，但對腸道健康好重要，可以預防便秘、控制血糖同膽固醇，仲會增加飽肚感。咁碳水化合物同體重控制有咩關係呢？好多減肥嘅人誤會碳水化合物會致肥，其實唔係咁樣。問題在於2個字：過量同揀錯。如果你成日食白麵包、白飯、飲汽水，呢啲精製碳水化合物會令你血糖大上大落，好快又肚餓，結果就食多咗。相反，如果你揀優質嘅複合碳水化合物，再配合埋足夠嘅蛋白質，就可以穩定血糖，減少想食零食嘅慾望。記住呢個比例，每餐大約1/4到1/3係複合碳水化合物，再配足夠嘅蛋白質同蔬菜。講到呢度，康寶萊嘅產品點樣幫你控制體重呢？佢哋嘅理念好簡單，就係均衡營養、熱量控制。第一款，營養蛋白奶昔，你可以用佢取代1至2餐正餐，每份大約200千卡左右，入面有優質大豆蛋白、複合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纖維，仲有維他命同礦物質。飲一杯就已經有齊均衡營養，控制到熱量，唔使餓住嚟減肥。第二款，草本濃縮茶，呢款可以幫你提升新陳代謝，配合低熱量嘅碳水化合物，燃燒能量更有效。康寶萊嘅體重控制理念叫細胞營養學，就係用優質蛋白質同適量複合碳水化合物，提供持久能量，避免血糖波動引致嘅飢餓感。好多人都係用佢哋嘅 F1 奶昔做代餐，成功健康減重。最後同你哋總結幾句：碳水化合物唔係敵人，關鍵係揀優質來源，例如全穀物、豆類、蔬菜，同埋控制份量。如果想更有效控制體重，可以考慮用康寶萊營養奶昔取代高熱量嘅早餐或午餐，再配合均衡飲食同適量運動，你就可以健康咁達到理想體重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內容，記得讚好，留言講下你嘅減肥煩惱，或者用過康寶萊嘅心得，分享俾成日減唔到肥嘅朋友。follow我哋睇更多健康飲食貼士。你試過因為減肥而完全唔食飯，結果反而更易暴食嗎？留言分享你嘅經歷。想知更多，可以 WhatsApp 我。多謝你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